为石门水库落来2亿挂动的水，桃园市后营区受灾煞真严重，在后复原工作还在进行。高雄一个起诉无驾照冲红灯，而且搁再3回后生甲表小弟，除了爱罚19万外，也依法移送侦办。泰国首都曼谷一间酒吧半暝时导火烧，目前尚无27个人死亡，超过60个人受伤，详细原因还搁需要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3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来看大学分科测验是今仔日甲明仔载咧举行，有3万多人来报名。今仔日是考物理、化学、数学加生物。有考生呢是表示讲想要考到更较好的科系，嘛有这家长是特别请假来陪考，家囡仔看头看尾。万芳高中旗开得胜。学校老师甲家长一透早就来考场，替学生来3天加油。受到8位风台影响，大学分科测验延到这礼拜1，也个礼拜2。学生感觉讲加2天通准备，想要争取去较好的学校。没有很高，就不太想去。目标有师大物理，就比较擅长吧。前面几个管道，如果说有些孩子顺利到自己的学校去，他就不会参加分科。那如果说有些孩子，他可能前面的管道还没有顺利录取他要的学校，他的最后一拼就是这个分科测验。13是头一天考试，考物理、化学、数学，也有生物4科。来陪囡仔家长强调，这届就算讲是伫咧平常日来举行，毋过是关系到囡仔的未来，囡仔嘛想要争取更较好的志愿，所以因愿意请假来陪考。第一次考的不是他的第一志愿，所以想说再拼一下，一辈子才遇到这一次而已啊，不会困扰啊。对啊，我们也没在国外上班，所以还好。就有自己的步骤了，对，让自己安排。看一下那考场是怎么样，因为毕竟因为分科考，毕竟也是蛮重要的。讲到这几年来用电子设备作弊案例是愈来愈多，为着避免影响考试的公平性，所以考场除了电信车来针对异常的电波来做定位，来防止人作弊以外，大考中心嘛头一届规定，事务人员若认为有必要，会使对考生来做电子金属的探测，若是考生伫遐闪，会使以经济的轻重来处分。监视员发现了，好，请他交出，他也就交出了，配合交出。这个部分我们就不需要，在这种情境下是不需要使用金属探测器。大考中心强调，配合分科延期，一切的作业拢会对咧延后。成绩公布改到8月初3，若登记分发志愿改到8月初5至初8，若8月17会来放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第一间油的风波，目前这台中市府是针对着福寿公司延迟通报甲罚600万，也嘛即马呢，各地方政府也继续咧追查。彰化市是发现这个厂商，甚至佮包括着 Costco、火球场，也佮瓦城等等，目前已经要求有风险落价。也来卫福部是表示讲，这是要属会量早来公布，重新上市的规范。继续追查问题油的流向，来到下游业者的灶骹详细检查。台中市食安处12日暗时接到福寿公司通报，表示6月底自主送件的2件产品检查出苯苯比超标，使用的就是中联的大豆沙拉油。毋过福寿伫7月初6都已经收到检验报告宣布依照规定即时来通报，所以对2件产品各采取相关的额度300万。计共600万，若福寿进前因为延迟通报起罚款300万到达已经累积裁罚900万。在美国来为例，他如果是用行政处分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处分太多钱，但是他用消保法来处分的时候，他可以让一个大企业甚至可以倒闭。所以可以知道消保的力量是非常的大的。学者讲，唔通干那是将重点放伫延迟通报罚钱尔，应该要有更加全面的品管，也个消保机制。这问题由早就已经留入去市面，各县市府嘛继续追查。彰化县卫生局针对中联油脂今年4月到6月期间生产技术有问题油品，继续来追查下游的流向，发现讲瓦城、火球场，也个 Costco 等等连锁业者嘛，拢去扫到风台买相关的产品全面落价回收。我们叫预防性下架，那同时我们要赶快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今天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需要所表示，以风性落架产品，若要重新甲放去卖，就要完成每一批油品的检验，确认符合安全的标准了后，才会使摕去卖。毋过，这中联油脂有问题，这批油已经流入去市面，这送验的结果，刷甲下游用到同一批油的业者送验的结果无对同，这目前爱个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好，这波问题油的风波呢，目前已经落价回收144栋啊。针对进前有风性落价，才会品行买过来上市。卫福部处长林静怡伊是指出讲，会照7月初到相关采用的标准，确认倒一寡产品会当个重新上市。也毋过，这个决策却引起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批评。包括问题油品怎么受到污染、整体的流向、回收的比例，以及风险是否完全排除，都还没有厘清之前，怎么可以谈上架的问题？所以，难道是要图利业者，还是要护航业者？难道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你中央政府眼中就是这么的不值钱？赖清德总统不能再沉默，应该要即刻召开国安会议。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认为讲，对自主检验一直到源头的管理，这全部拢是制度的疏失，所以总统应该就爱开国安会议，看部会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民众会当重新来建立对食安的信心。另外，再来看高雄林雅分局伫咧巡逻时，看到一台乌多摆冲红灯，而且呢一路安尼走，互警察甲录，落尾去争到别台车，才总算停落来。警方表示，这个26岁的查甫人，伊是无驾照，搁食酒，而且伊搁载这3回后生甲表小弟，除了爱食19万外的这个红单以外，也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高雄市县警巡逻发现有乌多摆小载弄红灯随着起哩，无想到乌多摆唔动点，一路对新公路走几时代倒去，弄到头前的乌多摆甲轿车了后才动落来。警方看到这台乌多摆，唔但2个查甫人小载，中竟然搁夹一个细汉囡仔，但是骑车的查甫人煞沿路弄红灯走混入，互远警感觉真唔通。对人无？有啊，弄到一个。啊！你载哪个走安尼？你是哪啊？我有走，我有走。无走？我有走，我有走。有走啥物好走的啦？哈！你载伊哪个走安尼？对唔对啊？26岁姓颜的查甫人讲，家己无驾照骑车，才会遭互警方约。不过警方一查发现代志唔安尼，因为伊的酒精分0.4级，无照驾驶，搁食酒，竟然载家己的3岁后生甲表小弟4架去，落尾违规骑检，搁弄到人的车，甲囡仔性命安全放外挂。这回是加载人拢敢若刺伤，若无后果20项。针对严嫌既举发闯红灯6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1件，酒驾1件，无照1件，拒检1件。合计最高罚款为19万200元。警方表示，姓颜的查甫人除了爱食罚单以外，吃酒骑车已经违反公共危险罪。除了当场扣车扣牌以外，嘛互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郭家朱用高雄站报道。来看彰化有一个民众呢，是因为手着伤肿起来，结果挂伫手链的这玉仔全拔袂落来，伊赶紧走去消防局找人甲斗3工，落尾是用工具破坏，才总算解决这个问题。消防人员是提醒讲，这民众呢，若准是拄着玉仔，还是讲手指卡条咧，安尼家己硬胶可能是会着伤的，一定爱找专业单位来甲帮忙。轿车驶来中华电中消防局，一位负责人落车倒手压关关，这是因为伊的手着伤肿起来，结果挂伫手的叶仔刷卡条的拔袂出来，民众听甲挡袂牢，赶紧找消防人员斗3工。手款伤暗咯，肿起来暗。啊，那肿起来？要骨折。哦。该用灯吗？还是？对，用灯啊，要拔掉就对啦。哦。这位负责人表示，伊因为车祸手着伤，规支手拢肿起来，想要到挂10多年的手款叶仔刷卡伫手的，安怎拔拢拔袂起来，听甲挡袂牢。消防人员真细腻，就惊搁去伤到负责人着伤的手，先用眼仔处理，但是拢无法度甲手款用断，最后用钢推啊，才顺利甲手款卡断。有一位中年妇人来分队求助，她表示因为手骨折导致手腕肿胀。手部的玉肘卡住，导致他的手部异常疼痛，那求助于消防队协助他。除了玉肘之外，也有可能会遇到戒指卡住的部分，这部分我们也会建议民众尽速寻求专业人士的处理。消防局提醒，手指叶仔也是手环卡掉的，有可能伤到皮肉，也是影响血液循环。若是拄到这种情形，千万唔通家己硬解撬开，避免造成第2界的伤害。应该赶紧找消防队也是医疗单位协助减少伤害。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道。既然有袂少工地这电缆线拢互人家偷进去，警方天规调查抓到一个嫌犯，伫因兜呢，毋但是找到电缆线，而且佫敲到毒品，所以依法甲伊送办。对监视器看到一个查甫人骑脚踏车来到一个工地，甲工地内面的电缆线放伫咧脚踏车后座了就离开。宜兰县6个有几落的工地电缆线互人偷摕。警方伫咧工地埋伏，要伫一间脚踏车店，发现来店内修理脚踏车的4、5个查甫人嫌疑重大。各对监视器看到这个查甫人摸偷摕来的电线，坐计程车去回收场，趁当卖钱。伫嫌犯大的所在，除了敲到电缆线，也佫敲到劣质毒品，并持搜索票前往犯嫌住处执行搜索，当场查扣第2级毒品。吸食器及疑似盗窃工地电缆线3大包，约32公斤。警方伫嫌犯大的所在查到3大包，差不多32公斤的电缆线，初步估计市面的价值有到6000。因为嫌犯是伫辖区内随机建工地犯案，受害工地毋单一个。警方伫信后甲4、5个嫌犯上班。警方讲，工地因为放真侪金属的材料甲施工设备，容易真侪贼仔的目标，业者就要加强门禁管理，将监视设备甲暗时顺手，降低着贼偷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先来关心的是，这美国甲伊朗停火协议等于是一张废纸。即马荷姆兹海峡呢又搁咧烧战啊！美军是来攻击伊朗140个目标，因为伊朗也来大规模反击。针对着荷姆兹海峡的状态，这伊朗讲已经甲封锁啊，也毋过美军煞讲有继续咧开放。即马中东的局势又搁再夹起来，国际油价也起超过3%。美国第12下晡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猛烈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伫 X 平台铺文表示，发动空袭是因为伊朗搁再攻击货轮。美军会继续削减伊朗的武力，以免因攻击自由通行荷姆兹海峡的商船。美军伫24点钟内空袭伊朗140个目标。就伫空袭发生进前，美伊双方才经历飞弹甲无人机的交战。伊朗革命卫队嘛发布影片，要等飞弹发射的过程。伊朗上时嘛针对波湾国家发动攻击，包括科威特、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约旦甲阿曼等美军盟国拢互砍掉。面对美军强大攻势，伊朗除了军事回击，更祭出封锁荷姆兹海峡来反制。نهاد مدیریت آبراه خلیج فارس در اطلاعیه اعلام کرد به علت تحرکات غیرقانونی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تردد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حال حاضر امکان پذیر نیست. 美伊阁开始使牛照甲荷姆兹海峡敢会当通行，双方是各人讲各人的。伊朗12宣布甲海峡关起来，所有通行爱向专职单位申请许可证。美方是反驳伊朗并无控制海峡，海上交通一切正常，阁强调侪部队已经部署好啊，全力确保荷姆兹海峡的通行。中东战火看无要停的影子，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12赞扬美军对伊朗的打击，阁伫耶路撒冷出席一场反恐突袭5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发表强硬谈话，强调以色列甲盟友袂缩手互人掠。אנחנו מרסקים בשיטתיות את ציר הרשע והטרור האיראני שניסה לקדם את התוכנית להשמדת ישראל באמצעות טבעת חנק של טרור שהוא פרס סביבנו. 美印两国搁再交火，互真无简单攻克的停火协议变做废纸。荷姆兹海峡再度有全面封锁的危机，嘛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动。13布兰特原油甲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拢起超过3%。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这个美国共和党大条的参议员葛瑞姆，伊是长期坚定支持台湾。也毋过，这葛瑞姆顶礼拜去拜访乌克兰，回来了后，这心中是雄雄定去，食到71岁。美国总统川普有大部分来表示哀悼，因为咱总统府也发出声明，讲台湾失去一个真重要的友伴。美国国会参议员也是总统川普的政治盟友葛瑞姆，美国时间7月11日暗时，因为突发疾病，心脏定去过身，食到71岁。葛瑞姆捌3届访问台湾，其中上受人注目的是2022年带跨党派代表团见前总统蔡英文，真侪当来伫国会大力推动友台的法案，小挺台湾防卫甲国际参与。咱总统府也发声明哀悼，表示台湾失去一个真重要的友伴。If America abandons Taiwan, it will change the world fundamentally for the worse. Who would be our ally in the future?
毋但是挺台湾的代表，葛瑞姆佫较是美国外交鹰派的指标性人物。伫伊死去的前一天，才拄伫基辅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诚做是伊最后公开的身影。Help Ukraine be more lethal. Let those supporting Russia to know it's going to be a price to be paid if you keep doing it. 美国总统川普虽大文哀悼，俄勒格瑞姆是伊所熟悉的上伟大的人甲参议员之一，是一个做工课无咧休困、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了后，伊虽下令全美国累半期抵哀。格瑞姆伫2016年大选的时，捌公开批评川普，也毋过后来诚做是川普伫国会上忠实的朋友。And a friend of mine for a long time. We don't always agree, but that's okay too. But he's a great guy, a great politician. 包括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等等各界拢有表达哀悼。伊的离开也结束30多冬的政治生涯，也互台北甲国际外交舞台失去一份出声捍卫自由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泰国首都曼谷一间酒吧半暝时大火烧，风声讲这大火所在就是舞台边的安全开关。目前上无已经有27个人死亡，也有超过60个人受伤。详细事故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医护人员对酒吧内底甲罹难者遗体扛出来，路边救护车已经停甲停电。这场大火灾发生了后，泰国总理安努廷随赶去现场了解状况。That happened to be on the stage when the incident took place. He said that there was a fire at the cutout switch, and after that thing happened very quickly, and there was blasting, and everybody tried to flee themselves from the smokes and the flame. 泰国当地时间翻点过7月13日时，首都曼谷北部恰图恰地区一间连锁酒吧汹汹发生火灾。因为酒吧生意真好，代志发生的时，内底消费者客甲停电，真侪人未赴走，互火烧死。对民众翕落来的影像显示，大火直直为酒吧正门烧出来，互真侪消费者走去后壁的便所。虽然警消人员敢若用半点钟的时间就把火拍花，也毋过火势拖了上紧。搜救人员入去酒吧了后，伫后壁的便所发现上侪罹难者。泰国警方甲监视小组当咧透过现场留落来的证件比对身份，详细的罹难者消息有价就要较晚才会当公布。因为恰图恰地区是真有名的夜生活甲娱乐的所在，所以也无排除罹难者当中有外籍因素。同时新闻警员庆备役。法国甲西班牙这几日啊，这高温是超过41度，也引起火烧山的灾情。目前伫法国已经烧掉一个台北市啊，因的能源命脉也受到真大的冲击。所以法国政府呢是赶紧甲3座核反应炉甲关起来，另外8座也减速来运转，互欧洲供电的危机搁再夹起来。高温强棍一直升到天顶，巴黎东南风大约60公里，占地正快的枫丹白露森林，规片拢已经火烧。在警方作势之下，大火以惊人的速度向西南方一直炭烧去。法国全境遭受野火吞噬，到达已经烧掉25000公顷的土地，这等于是烧掉台北市92%的面积。当局出动超过120名消防员，甚至头摆调度南部的大型水轰炸机来支援。不过严峻的地形，和救援是非常的困难。Par le vent qui le pousse dans un massif forestier qui est très rocailleux, très complexe d'accès, même si on a des pistes un peu partout qui permettent aux touristes de s'y promener. Les véhicules de sapeurs-pompiers ont beaucoup de mal à rentrer dans le massif et à pouvoir se déplacer. 镜头来到隔壁国的西班牙，南部的野火嘛是一直炭烧，短短几天内就已经夺走12条人命，烧掉超过6000公顷的土地。Pero llegó el fuego antes que yo a ver lo que andaba eso, ¿sabes? Muy rápido, aquello fue rapidísimo, ¿sabes? Eso es increíble. 这波地热级的效应，更较严重损断法国的能源命脉，因为这条河川水温上悬，法国电力公司为了要避免排出来烧水破坏生态，紧急停放3座核能反应炉，另外有8座嘛必须要降低功率运转。不过这项环保限制，马蒂斯食电原本就正暗的欧洲供电危机，搁再有警报。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
继续等来关心咱台湾，对今仔日开始呢，这南部沿海是会拄着年度的天文大流。伫咧屏东东港的东流线这码头呢，伫咧早时6点左右，海水是安尼倒激起来，地势较低的东定里呢是淹到骹北，加在这抽水机会附加水排出去。水利处是讲呢，这个大流就要等到7月17，所以提醒沿海的民众就要提高警觉。海水拍到岸边，因为是甜的，直接流入来码头，规个通道淡落落。13早起约6点，东港的东流线码头边受到大巴流影响，海水直接倒灌。业者表示，12就发生海水带着土沙直接冲对办公室去，工作人员才辛苦变扫沙，结果13透早搁满入来。因为码头的地形和巴流互因足困扰，嘛有准备防水的水闸。遇逢大潮，所以呢，它会涌浪进来。那因为什么呢？刚好这里有一只凸体，然后它浪进来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退出去的，所以它就直接会打上来。那打上来，因为近几年海水都有不断的上升，所以会发现，这个状况会越来越常发生。有青蛙。积水内底有水鸡咧收水，民众紧摕手机啊翕，受到天文大流影响，透早东港东金里较低的所在嘛开始积水，徛喺外口甲大路伫短时间就出现大片积水，居民只能撩水出入，不过因为抽水机拢有准备几落台，到大概7点外水就退啊。大潮今天的水位。加上抽水机都有在抽，有没有？那个水位不是那么的高了，差不多脚踝上。差不多卡巴起来啦，应该卡巴起来哈。差不多7点半8点了。气象资料预估，这波天文大流上满的时间是14和15。县府水利处表示，第一波巴流暗算到17，因为大流期间沿海水位拢较悬，地势较低，含有海水倒灌情形的乡镇，民众要提高警觉。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立法院审查电信管理法第36条修正草案，条约立委是主张要有条件来放令卫星通讯业者、外资持股，也有董事长各一个限制。市场即马就开始关注讲安尼做，敢会帮助或者马斯克的星链公司 Starlink 来台湾布局。既有的有些已经在台湾落地的，其实就是用现行的方式来处理，哈，像 OneWeb， 像其他的中轨的那些卫星哈，都。目前都是用还没有修的方式来处理，当然修法之后，它的弹性、含容性更大，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处理的空间。他们的反应比较被动一点哈，不是很积极哈，因为他们认为说台湾的4G、5G 的覆盖率很高，已经人口覆盖率已经达到99.9%，好，所以他们认为说在台湾的商用市场不大。林已经是强调讲，这政府推动低轨道的卫星呢，是为着通讯的需求。针对这届的修法，这新条文会提供主管机关有更较大的这春秋的空间，通好来处理低轨道的这卫星，也有地面接收站等等的议题。中国对7月开始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会当合法来追究境外组织甲个人的行为。有民间团体是出面来谴责中国是侵害着人权，呼吁咱政府就要建立人权捍卫者的保护机制，也有难民庇护的制度，来应应愈来愈严重的跨境镇压。民团甲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联合破表达不满，因为中国7月7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按照规定追究境外组织甲个人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关心人权的民团认为，这个法律会甲中国打压异议人士甲下境镇压合法化，所以拜一开记者会谴责中国侵害人权，批评中共或者是所谓破坏民族团结的这个概念的任何行为，不管是中国人，不管是台湾人、吐蕃人、香港人，甚至各国人士都有可能，只要在中共的控制范围下，都会受到这个人权侵害。民团指出，中共这几年唔直直咧打压中国境内维权人士、香港、西藏等等族群的人权处境，嘛愈来愈严重。因认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了后，受影响的唔有中国的境外人士。海外人权捍卫者、少数民族甲异议人士，拢有可能面对愈大压力，而且下境镇压受影响的范围嘛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样的法律，将它的整肃手段
断全面的法治化。在这部法律制定之后，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对于人权的侵害势必更加的强烈而且广泛。不是只纠结他们的过往的身份，而是要提高他们其实参与这个跨国镇压的一些代价，因为唯有就是参与这些。增加这个代价，才会让这些事情去减少。民团表示，面对下警点压，重点唔是涉案者的身份背景，更加重要的是幕后的指挥者。民团嘛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建立人权捍卫者保护机制，推动人民庇护制度，强化因应下警点压的保护措施。记者郭正王志讲台北报道。来看菲律宾对中国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的单已经满10天的时间啊！美国、日本甲菲律宾等等14国是声明，伊是有法律约束的能力的，也毋过说互中国批评，这根本就是一张废纸。针对着这份裁决，也因为讲这内底有讲到咱的太平岛，所以台湾外交部呢是来发4点声明，呼吁任何甲台湾权益有关系的讨论，拢应该互咱去参加。2016年7月，菲律宾伫有关中菲争议的南海仲裁案胜诉，裁定中国对南海自然资源袂当有高长线的历史性权利，佮认定中国伫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内面兴建人工岛，加阻扰渔民掠鱼是非法的行为。到今已经10天过去，美国、日本、菲律宾等14国透过联合声明，重新裁决的法律拘束力遭受中国反驳，讲迄是一张非法的废纸。不过，裁定当中牵涉到台湾的部分，包括认定太平岛无完整岛屿的地位，所以袂当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对着这，咱外交部嘛呼吁，牵涉到咱国权益甲南海区域行为规范的讨论，拢不应该排除台湾参加。重申南海争端应该根据国际法甲海洋法，台湾嘛应该纳入多方争端解决的机制。作为可靠的海洋伙伴，我国对南海诸岛主权及权利主张均依循国际法及海洋法，并以太平岛为基础，在南海地区推动海事合作，充分展现我国积极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及共同开发的负责任态度。不过，对10天前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国民党强调无满意、无接受嘛无承认，认为南海是中华民国国有领土的一部分，呼吁罗总统应该赶紧亲身去到太平岛，向国际宣示主权。过去马政府时代的时候，马英九总统可以亲自登上太平岛，赖清德总统是不是能够用更强硬的态度立场来表示？不要看到其他的国家就矮半截。如果去了，我相信在野党朋友搞不好要跟你讲说，你只是上到太平岛去打个卡而已，对于国家的一个主权的一个维护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啊？民进党表示，应该以和平的方式，透过国际规则处理南海的争端，唔通等拳头母硬对硬。或者是建议政府应该要请相关国家的国际法专家到太平岛实际勘查，让他们实际去看哦。那么它不是一个像中国大陆是人工岛礁用人工造成的嘛？我们政府倒不用说完全来采取这种强硬批判的态度，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国际政治的复杂程度了啊。不过中国最近一个借机会宣布讲，因有菲律宾巴丹岛的主权，国安因素嘛警示，恐惊是要用亲像对待的模式，企图利用历史的事实、法律战以及海上的铺设地带骚扰，一步一步扩张对第一岛链的控制。记者综合报道。经济消息来看，这美国4大指数是连续2天收红，也来带动台股今仔日开盘呢是起码1000点，佮拼转来到46000点。虽然讲这盘中是起较无遐济，也毋过台股的表现也是真勇的。台股今仔日开盘上悬是来到46330点，台积电下晡就要来公布6月的营收，市场普遍拢真乐观。也毋过日本甲韩国这股市呢，就无遐好啊。尤其韩国是因为互美国甲点名，要求Samsung甲 SK 海力士去到美国来设厂，所以盘中是博超过400分点，这日经指数也博要1000点。好，即届这八位风台呢，为咱石门水库是带来421.8毫米的雨量，拢总有2亿140万吨，差不多就是石门水库的蓄水量啊。另外，这桃园市复兴区呢，其实受灾是介严重的，道路虽然讲已经抢通，也毋过灾后复原的工作，即马又搁咧进行。八位风台经过了后，互石门水库集水区炸363毫米的降雨量，总入流量大概2.1亿吨，差不多是一座石门水库的蓄水量。这段期间，那个水库入流量一共有2.22
亿吨。差不多超过我们石门水库一整座的一个石门水库的一个水量。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分署就表示，这几天到13透早9点，水库大坝水位大概244.34公尺，塔林满水位245公尺，有效扣水量有2亿吨，下水率有97.2%。桃园渡船游艇工会就表示，这摆风灾，石门水库做工课船嘛受损长，沉10外只，到达犹阁无法度鼓起来。那个时候水位降太多，降到239，所以呢，我们没有预期水位会降到这么低。所以呢，降到239，突然水又一夜之间满起来，所以很多小船都沉掉了。八位风台真厉害，嘛造成桃园市复兴区损长真严重。除了台七线35K、40K、46K，还有市永道路出现灾情以外，乡道的部分包括邦立、石头落去、树瓦倒去，等等58所在，还有一个桥封闭。省道、市道到乡道呢，总共58处的灾点，全部都在7月12号。在风灾后的第一天，我们就全部抢通完毕。交通整顿的部分，复兴区公所就表示，目前水网已经拢通车，不过沙尾还有真侪灾后复建的工程，会继续甲市府、甲相关的局处，也是中央相关的部会来争取经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苗栗县的山区呢，即届也酸长甲真嗨。标21线的石壁桥呢，这路基是流去的，另外也有放落来的石头甲路挡掉咧，估计是有100个人，即马是未当出来的。也那大湖乡呢，嘛有土石放落来的情形，目前还搁咧抢修。即届洪灾呢，统计或者洪灾其实拢已经拍下去啊，所以县政府是按算1公顷要补助8万块来救灾。部落的居民拿公钱为对面射出去，总算是甲绳仔射过去，赶紧甲部落需要的物资运过去。苗栗南庄苗21线石壁桥防乌坑，桥墩嘛酸长，对面的部落熊熊变作是孤岛，部落的青年就家己赶紧救济。我们这边没有抛绳枪，只有用弓箭才射得到30公尺以上的距离，所以我们用弓箭搭一条细线做运补的一个动线。台风过了，苗栗山区嘛有真侪灾情。苗21线除了石壁桥路未通，9.8公里处嘛互落落来石头挡掉咧。要往鹿山、鹿湖、鹿场的301农路嘛过袂去。大概还有100居民掉伫咧山内底。乡公所除了投放物资，官府嘛赶紧启动修复的工程。那今天会会同县府的抢救厂商这边排除，那石壁桥的部分应该是可以恢复到单线双向通车。另外，伫咧14公里处的新生谷到石门路的路段，嘛规涂骹拢是石头。山区虽然好天，不过土石还是继续咧落，交通无法度通行。也那同款受灾真严重的大湖村苗62线2.5公里处，13透早石头嘛搁落落去。昨天凌晨才掉下来的石头啊，我们也没办法预警啊，所以早上人家看到这个，然后会报我们工作，大概8点半左右，他们就全部都到场。到位，然后来打除啊。公所就表示，好在即摆无伤到人甲车，也那大型的机具嘛，赶紧即摆斗3工，预计伫咧13中昼会当赶紧通车。虽无风台已经走啊，不过苗栗公馆的农民也是真烦恼，因为风台落大雨，搁随出日头，互红色别果真严重。裂果比较多哦，所以好的比例比较少。10颗不到2颗呢。每一颗果树我们看到现在裂果的情形大概超过60%、70%哈，所以这个已经达到灾害补助的标准。苗栗县正洪灾面积有100公顷，主要产地公馆就占84公顷。官府初步估计损害面积有20公顷，受灾率23%，已经达到农损天然灾害救助标准。官府就表示会赶紧启动每公顷8万块的救助作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燕巢呢有一间路营车的维修厂，即搭呢这经过的车辆拢驶了真紧，所以互即间店伫2档内已经互人弄几落届去啊，也造成真大的损失。业者是指出讲，虽然这交通局已经伫咧路段来设这限速的标志，也毋过驾驶也是共款无咧先到。12透早，高雄因为落雨，9点外有一架车因为超速，伫咧路顶头打出，就拢入去这间燕巢区录影车维修厂。迄时浪力是真大，录影车除了落入去，车内装潢嘛落到规涂骹。店家就表示，即摆损失大概200万，而且发生伫因店的车祸已经毋是头一摆啊。第一次那个撞进来那个是他说他是晃神，所以他是逆向这样直接开过来，把我的船啊车子总共毁损大概5台车嘛，就撞过去这样子。
昨天早上是因为我早上我就听到一声巨响的时候，我心里又凉一半了。走出来看，就在车内冒烟了。附近的店家就表示，这个路段的车拢驶真凶，定定伫咧车祸。因为这边原本是有红绿灯，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所以它会比较危险一点。黄cent时表示，虽网路段有设限速标志，不过有一寡驾驶根本就无咧插车，又是驶真凶。伊提出家己的建议，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处理。回转也曾经发生过重大事故，就是他们回转过程被撞击，所以代表这里的车速都是不慢的。我是希望有至少偶尔出没一下三脚架，当你被拍，你就知道会痛，你就速度降慢。高雄市交通局就表示，这个路段已经双向设限速标志，提醒驾驶就要注意。也若对维修的厂区是毋是有占人行道的问题，嘛等待相关的单位来厘清。警方嘛已经甲肇事驾驶开罚单。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通过公职人员选拔法，也阁有总统、副总统选拔法的修正草案。有青年团体是呼吁政府，就要赶紧来开党团协商来启动修法。若准真正要来修宪，安尼若应该连这修宪的条件做回修，避免因为这公民合法条件太过严格，所以地区国家恶推动宪法的改革。18岁公民权先修法，青年参政权不拖延。青年团体共同呼吁立法院赶紧修法，或者18岁的公民通有投票权。其实立法院内政委员会5月初审有通过公职人员选拔法、甲总统、副总统选拔法修正草案，被甲会当投票的年纪对20岁修做18岁，嘛建请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目前也在等立法院长召开党团协商。青年团体指出，去年立法院有通过青年基本法，就有明定政府应当保障18岁公民权，嘛呼吁立法院赶紧启动修法。已经有很多的国家开始讨论16岁是否可以有投票权，也将参政年龄投票压制到18岁，它不会削弱民主，反而让民主更可以贴近不同世代的真实需求。其实18岁公民权在2022年时，立法院就捌通过修宪案，然后交由公民投票来否决，说因为通过的条件伤严，要超过选举人总额的半数，致使修宪失败。青年团体甲学者认为，宪法第130条规定，满20岁者有依法选举之权，是为了保障20岁以上国民的选举权，并无禁止修法调降选举权的年岁。因认为宪法有改善的空间，注定无需要搁经过修宪。我们认为18岁公民权修法即可有宪法解释空间，这件事情已经被公法学界主流意见支持，朝野政党也在青年基本法、选罢法审议时对此有了共识，就应该优先完成修法。立院3读，总统公布之后，中选会如果认为有异议，就尽速向宪法法庭提出，让司法院做成确定解释。修宪公投门槛是非常高度的门槛，使得修宪几乎不可能成功。宪法呢需要改变，那么就应该一并的修改修宪门槛，这样才是真正的打开宪法改革之门。青年团体甲学者共同呼吁18岁公民权正经要经过修宪，也应当先对绑定修宪的条件开始做，避免公民参政权继续风拖延落去，嘛才通积极推动宪法改革。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云林县府原底是开9亿外要来打造布袋戏的传习中心，不过煞受到疫情，也阁有原物料起价等等的因素，所以进度有去前着。即马县政府是重新来招标，甲这经费提悬到12.6亿。这工程呢已经伫6月来发包啊，希望赶伫明年10月底进前就会当来完工。工人无用咧搬建材，准备开复工程。云林布袋戏传习中心伫咧虎尾龙坡公园，占地17.7公顷。伫2021年3月开工，原本预定伫2023年5月会完工，毋过去拄着新冠的疫情，也阁有俄乌战争，所以规个欠工欠料，也阁有原料一直咧起价，复工程的进度是延迟甲足严重。我在不得已情况下，双方协议就把它解约掉了。那解约掉了后，我们赶快来办理发包，重新把物价调整。那原剩下那将近70%的工作，大概还有7亿多的工作要来执行。那因为物调的关系，我们先调第一波9亿6千多万，那经过4次海流标。交通工务局表示，目前工程的进度差不多是34%，工期延前2档。经过真侪摆招标，上后壁将经费提悬到12亿6千万，顺利伫今年3月发包，7月正式启动复工，希望伫明年10月进前会当完工。
完工之后将设有表演厅、展览厅、展览馆、实验剧场、文物典藏中心等等。那这样传习的这个展演跟文化观光多元的一个空间，我们也希望布袋戏传习中心不是只有布袋戏的偿还，更是保存这些传承、创新与发扬布袋戏文化的这个重要平台。文管处表示，云林是台湾布袋戏的故乡，也是台湾布袋戏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为了传承这项珍贵的文化，云林县府会整合布袋戏典藏、传习、展演，也个文化推广，打造更加完整、保存也个传承的基地。未来布袋戏传习中心会正做云林推广布袋戏文化永续发展的重要据点。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甲韩国拢有海女的文化，因为咱台湾讲啊了的马公渔村的嘛有几来个海女，因会去海墘仔来办这石花菜，只是讲即马时代变迁，所以已经真罕的有人来做啊。有海女阿嬷是表示讲，希望少年人会当来传承。清爽水味的衫，甲大石顶面的海菜拌落来，这是新北港仔寮的马公渔村，也是台湾上东边的城镇，人口无100人。不过，伫马公的大石顶面做工课，今年72岁的吴凤娇阿嬷，就是全台湾真少数的海女之一。海女就是到海去讨生活，就是海女呀，对不对？无论你会潜水还是不会潜水，都是一样的。伫马公海女会到海岸边挽石花，这种加碧红的海菜，生活伫海边的大石顶面，甲伊挽落来了后，拍打轻轻的过滤，就会变做大家知影的石花菜宴。海女这道对日本时代就有，苏当时石花经济效益开始疯看中，唔出海的渔船女性就会伫岸边来捕海产、赚外劳啊。因为石花生长的位置，台湾的海女真侪是伫海坪活动，不是亲像日本还是韩国的海女爱呛水味到水底去掠鱼。我们都大概都70几了嘛，在座也没有几年了，希望说有一些年轻人回来传承下去啦，因为这个是，从日本时代这就是都有的嘛，对，很久以前都有了。时代的变化，海洋资源也愈来愈少，真侪少年人无想要做这道，这个专业也渐渐消失。目前伫马公，敢若剩4位海女搁咧做事。不过，虽然这几位海女阿嬷无一定爱讨海，因也是会逐工观察海象，考虑到海内底活动。对因来讲，做海女的意义已经超过趁钱，是一种甲海共存的生活方式。公司新闻优派准备约。伫澳洲当地野兔呢，是因为无其他的动物会甲掠，所以是拖到即马已经有几来亿只去啊，也造成生态的问题。虽然讲这政府有大规模甲捕杀，也毋过数量也是控制袂落来。对郊区的公园到澳洲真压迫的所在，兔仔是真多。主体区的兔仔挖的棚坑甲山洞，除了害人跋倒，搁地书涂骹落落。而且这寡兔仔实在足够生团，因是对19世纪末期引进澳洲的一个品种，伫当地无着人，已经地书一场全国性的灾害。 The rabbits, they don't go on a holiday. They are here all the time. They're here 24/7. 嘛是议员的凯西市副市长邱乐小讲，选民上定真正的问题就是兔仔，当地政府也调集专家协助处理。掠兔仔业者上定用的措施是甲一氧化碳灌入去兔仔坑内底，也封锁每一个出口，确保兔仔袂走出。What has happened is all the oxygen has been depleted, so these rabbits, whatever rabbit will be in here now, is now choking. 虽然这个做法真残忍，不过居民是真满意。当地居民为着赶走兔仔，就要开几万到10几万的代票。不过农业的损失是搁较正力，数量惊人的兔仔，当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43.6亿的代票。除了算当农作物，兔仔造成的损失有时阵也互人料想袂到。 What the rabbits do, they actually contaminate the pasture. They urinate on it, they have their dunghills on it, and they keep on digging, scratching. So where they've done that, the stock don't want to eat that grass. So that becomes a major problem. 只要条件合宜，兔仔伫短短1年到1年半的时间，生团数量会当成长100倍，而且威胁到300多种的本土动物甲食物的物种。专家警告，政府若阁继续激放，未来付出的生态甲经济代价会互咱料想袂到。公司新闻张淑芬朋友。今仔下晡半的天气，扫了咱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甲明仔载。 南平水汽山向北庭，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
甲平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地区，甲马祖、金门会有南山短暂阵雨，下昼阁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